I've never cared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me. What I do care about is keeping people safe and not putting burdens on them unless we absolutely had to. Yesterday was a day where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We had to. So we are taking extreme action right now to stop or slow any spread before the coronavirus is let loose in the territory. And that means we need a lockdown, effective from 1 p.m. today. The Darwin, Palmerston and Darwin rural areas will enter a full lockdown for 48 hours. 我还在这里提醒市民好朋友们，大家不要因为看到都破100以下的，没有超过100例以下的这些确诊个案，大家轻行放轻松。你要放轻松，尤其闷了很久。就想出来再走动走动，或是找个机会去哪里探探朋友，我觉得这绝对不可以。我们还在警戒3级以外，我们没有放松的本钱，但还是要严格的落实防疫。所以这里很重要，拜托大家，新北市还要继续努力。我们现在还高达65例，那个继续打拼，拜托市民们。至于我还在这里特别提醒，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来势汹汹，这来势汹汹，我相信在我们邻近的几个国家，新加坡啦、日本啦、中国啦，很多的这个包括远驻美国，都有印度变种病毒进去了。这次印度变种病毒，我想早晚还是会到台湾，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英国的变种病毒已经够厉害了，那印度的呢变种病毒比英国的传染力更增加50%，甚至有时候打了2剂，还有致死率是0.1%到0.2%，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呼吁大家，我们要大家共同的面对，赶快如何从边境的管制来加强，阻截于境外。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口，然后如何赶快尽速完成2剂的施打，因为我们疫苗刚刚施打，剂量还不够，所以这个部分一定大家赶快，如果中央有疫苗进来，2剂施打完毕，甚至未来我们也要特别准备，我们要打第3剂，尤其是加强版的疫苗第3剂，我们未来也要规划好、准备好。因为只有规划好、部署好，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高风险、高致死率的印度变种病毒，我们加强预防。所以这2个特别大家一起来做，我们中央地方一起努力。